新闻开始来看台北大直街落落去的厝，今仔开始拆。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嘛去现场监督，表示讲望讲10天内地当拆好。针对基泰建设发布重要的信息，讲要卖价值100亿的基泰中孝大楼。外界嘛正关心讲公司的财务状况。李树川是表示讲，市政府有去法院对基泰建设提出检讨啊。法院目前的评估是认为讲，公司的资产是比负债较济，所以一部分应该是无问题。老少大港的进行拆除，同时也最降价涂粉。基泰施工无限期造成大地面体崩塌，25户受损的厝日落拆除。周边住户表示，也是烦恼厝内的状况受影响，怕会不会就是到时候有塌陷，或是那个一直敲敲打打震动，然后房子越来越裂缝越来越大，也是很危险啊！他们一挖，我们也是很危险啊。我们背靠背啊，他们那一排就要盖啊，那我们不盖不行啊。噪音或者是一些粉尘，然后担心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品质。目前是还在协商当中，当然就希望如果早上8点拆到晚上6点就结束。市长周万安到南韩访问3天，一日回来了后，也要去现场来勘查，确保拆除安全。副市长李树川早起也亲身到现场巡视。从今天开始开拆，那原则上当然我们预定希望在10天内把它拆完，但是还是以安全为主。就双号的部分，认为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上面的状况。那这几天你也可以去住这个就近的饭店，那把发票拿回来报。市府提备要针对几个帮台北住户说明公办途径的条件，各有住户决定是要甲基泰合作，也是交互市府。因为基泰发出答信，要卖价值100亿的基泰中孝大楼，引起外界讨论，拢是因为伊的资金有出状况。我的了解，基泰要处分这栋大楼应该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是在这个大值案发之前就已经积极在处理。发重讯是因为他们处分重大的资产都要依照主管机关的规定去发布重大讯息。李树川表示，市府2摆针对基泰提价扣押，不过法院评估基泰资产比负债较大，应执行赔偿。记者综合报道。